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疫情的期间无法度出国，那想要出去行行咧，会当去外岛，澎湖就是一个好选择。有这个特殊的海洋的景色，有很无盐的地质，还有真侪小岛。啊，这个小岛有真侪过境鸟来休卡。观光局4月底到6月，将要推出着澎湖跳岛收海燕啊行程，嘛当看到美丽生态。游客伫咧船啊徛好在，摕手机啊准备翕丁香鸟飞过身影。澎湖因为伫咧离岛大人少，所以丁香鸟真爱来到这个遮，特别到千帅季节，澎湖群岛嘛真多民众来这看丁香鸟的好景点。疫情较歹出国，麦当来到离岛游山玩水。今年观光局会伫咧4月底到6月推出来澎湖收丁香鸟，卖带民众去游客罕得去的游览地区，让大家看到7尾6种的丁香鸟。所以，我们这次的行程是目前坊间所没有的，我们让大家认识更多澎湖的这个赏鸥跟这个跳岛跟地质的一个资源。游客赶卡网等船只来，外国游客嘛拢专程参加。在日本很少看燕鸥，所以我很开心看他们啦。These islands are famous for tern watching. There are some special terns here that you can't see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. For example, the Chinese crested tern. There's only a few left in the world. I'm very excited to get some nice pictures that I can share with the world. 离岛景色水，互人看甲心花开，嘛互台湾的水，互更较侪人知影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